你想玩加密貨幣，都係要用一個安全又多人用嘅交易所。Binance 就啱晒你啦！而家即刻教大家點註冊，零出錯冇煩惱。打開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， 搵返 Binance 個 App， 下載好之後打開嚟，準備就緒就開始註冊啦。小貼士：註冊時記住用我下面個推薦連結或者輸入我個推薦碼，咁你就可以拎到20%手續費減免，仲有機會收到迎新獎勵添。真係冇用就蝕咗啦！註冊完記住要做 KYC 身份認證，只要跟住 App 指示，上載身份證同自拍，俾官方認證你個身份，保障你嘅資產安全。認證完成就可以入金啦，支援港幣、USDT 同埋多種貨幣，跟住指示逐步嚟就得，超簡單。準備好就可以落場炒幣賺錢。成功註冊入咗 Binance 主頁，咩幣都有得玩，個人資產一目了然。新手就算係手機都能輕鬆管理，同國際用家一齊揾機會。唔使擔心 Binance 唔穩陣，人哋全球交易量 No.1， 大多數高手都用緊，而且支援繁體中文，完全冇障礙。而家快啲用我推薦碼註冊，享盡迎新注數啦！